民进党团有来提出强化民主投票的促进法的草案，主张要透过交通的补助，还有投票日前一天放假，让民众会当较方便去投票。有学者是真认同这民进党版本的草案，不过嘛有人认为讲这无在这个投票才会当真正来解决问题。 逐摆若甲选举，就坐伫咧外地做事的选民开始考虑，敢要买车票，登去户籍地投票。为着要增加投票意愿，民进党团也推出强化民主投票促进法草案，当中包括放民主假、提供交通补助等等。有人提出了什么不在籍投票，有人提出了多放一天假，哪一个解方比较早啊？我先举个例，台湾的纸本投票多厉害啊！我们可以在6个小时内清点纸本投票。 而且长期的累积的信任，还有公开唱票，你去哪个国家的选举可以看到这个制度。针对这个草案，立法院拜四也举办公听会，学者意见分两派，一款是希望会当参考美国式无在籍投票，让少年人利用 AI 投票，若无补助车主或者是放假，拢会增加国家的预算。不在籍投票跟通讯投票，这是未来的趋势哈。 因需要一个较简单的方法来投票，咱台湾号称是一个较好的软体的国家，咱做袂到。不过，有学者认为，无在籍投票恐惊会影响投票秘密的维护，而且增加监视选举，或者是讲做票的风险。学者赞成伫投票前一天放假，增加选民登记户籍地的意愿。如果我们在台北投票，然后投的是屏东，那你要怎么样把这个选票运过去？那如果你在台北开，就会有一个秘密投票的问题。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今天在我的这个选区，只有我一个人投了某一个里、某一个村里的这个选票，那票开出来，是不是就知道大家要知道是这个是我投的？ 对此，中选会是表示，台湾选区真多，拢总有76种无同的选举票。针对无在籍投票，态度较保守，因为若是使用无在籍投票，作业的程序较复杂，安全性也无悬，需要慎重考虑。记者李阿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